啊，买月了呢，最主要的咱即个农历的23、24，就是爱送灶神。啊，因为咱即摆拢是用甲事，所以过去咱拢无灶，所以即个过去真好的风尚呢，真少人去做啊。啊，送灶神就是讲你伫23、24的时阵，爱用红圆，比如讲3碗的红圆，还是6碗的红圆，啊，伫咱的灶头遐来拜灶神公。啊，最主要是希望讲灶神公，伊每一年登去玉帝遐来禀告的时阵，甲咱讲一寡好话。安尼，所以爱用红圆来甲拜。啊，过年了啊，都有一个初四接神，就是来接即个灶神公转来。所以伫过年的中间，灶神公伊去咧天堂、天顶，应该有超10天的时间。啊，这过去若伫农业社会，哦，这非常的重视啦。希望讲灶神公会当替咱讲寡好话，明年会当五谷丰收。明年会当大家大趁钱，明年会当家运兴旺，明年会当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这拢棒棒互灶神公去。所以灶神公，这回去人物声名有够大的。